Hello， 大家好，又係我西貢 Frankie 啊！今次咧帶到大家嚟我哋世紀21奇峰嘅清水灣澳龍分行。咁其實隔離咧就已經係澳龍啦。咁啊呢一個係喺西貢咧最新嘅低密度豪宅，一共有680伙咁多㗎。咁由澳龍咧行到過嚟我哋呢個鋪咧，其實只係1-2分鐘嘅時間嘅啫，非常之方便。希望咧澳龍嘅業主同埋租客可以得閒咧過嚟我哋呢個西貢澳龍分行咧係坐，我哋門口咧都有啲凳咧去招呼大家嘅。咁啊隔離呢一間咧，大家都可以幫襯㗎。呢間熟食店都咁啊亦都有一啲嘅冷凍嘅食物都唔錯嘅。咁大家可以咧過嚟咧係去幫襯下。咁我今次咧要報道咧澳龍嘅成交啊，因為呢一個月嚟講咧，一個鬆啲嘅月份，澳龍咧有5宗嘅買賣成交，係咪非常之犀利咧？5宗嘅成交裏邊咧，我講有2宗咧係比較特別啲啦。一間咧係位於咧喺6座嘅中層醫室，實用面積968尺，屬於3房套房連工人房嘅設計嘅。呢間銀主盤咧以1170萬，我諗叫市價成交啦。因為如果對上一間咧係銀主單位嚟講咧，同樣係投資者嚟購入咧係1000萬嘅啫。而今次投資者購入咧已經係1170萬啦，可以見到咧漲幅嚟講，以低位嚟到而家咧反彈咗係17%，所以都係唔少嘅。而第2同第3宗嘅成交咧，咁啊同樣啦，一間就18座嘅中層 boy 室啦，實用面積1162尺，以1579萬成交。但係另一間嚟講咧，係位於5座中層 D 單位啦。實用面積1172尺咧，係以1450萬成交嘅，所以你可以見到大家嗰個尺數相若，咁而都係望翻一啲來源景啦。咁但係個價錢嚟講咧，已經係調升咗咧，係都有5-6% 咁多添，所以可以反映咧，其實而家我哋叫做超筍盤或者係跌過龍嘅盤嚟講咧。個承接力咧都非常之唔錯嘅。咁而澳龍咧喺今年嚟講咧，已經接近40宗嘅買賣成交。咁相對喺上年嘅同期嚟講咧，個上升成交幅度咧係超過3倍咁多添㗎。所以我哋點解會見到哇咁多嘅成交？就因為澳龍本身咧係屬於喺西貢最比較新嘅低密度豪宅啦。如果有超過33項嘅叫做室內外嘅會所、泳池，甚至係其他嘅設施添，區內最多㗎啦。咁而另外佢嗰個平台嘅設計花園嘅設計嚟講咧，如果以戶數計嚟講咧，甚至係成個西貢將軍澳區嚟講咧，係擁有最犀利嘅低密度嘅。每一個戶人咧，佢都係一個屬於一個中密度嘅豪宅啦。而交通亦都非常之方便，咁自己亦都有佢嘅餐廳啦，又係一個小型嘅超市。所以呢個配套咧非常之好，亦都係自己嘅一個嘅專線小巴咧，就落翻去將軍澳站嘅。咁靚嘅配套，鄰近科技大學，所以佢個收租嘅潛力或者個租務嚟講咧都非常之活躍㗎。所以佢個價錢一劈落嚟嘅時候咧，整體嗰個成交量咧就即刻蜂擁咧而至啦。所以今年嘅成交咧係因為佢呢一啲多咗個劈價貨。但係而家咧呢啲嘅單位係買少見少啦。今次咧我介紹咧有3間先啦，其實當然唔止啦，係咪先？整個澳龍有成680個單位，戶型由400幾尺至到1940幾尺嘅分層，同埋一啲2200多尺至到3000多尺嘅2複式、3複式嘅戶咧，所以選擇眾多嘅。而今次我介紹3間啦，一間就位於25座地下嘅單位，一啲特色戶，有自己嘅花園，實用面積1009尺，屬於3房套房嘅工人房嘅設計啦。而家嘅叫價係1588萬，另外租咧係43000蚊嘅。而第二間嚟講咧，位於喺20座嘅中層boy單位啦，1162尺，而家嘅叫價咧只係1600萬嘅啫，非常之筍係咪？而最後一間咧都唔錯嘅，因為亦都係一個好大型嘅特色戶嚟嘅，屬於一個咧1730尺嘅實用面積，4房雙套房，連接近1100尺嘅大花園，而裏邊嘅裝修，等大家俾啲相你望一望，係咪非常之靚仔咧？咁啊4房套房，另外工人套房嘅設計啦，而家嘅價錢嚟講咧，只係3275萬，連2個車位添，
係咪非常之筍啊？嗱，有鎖匙安排俾大家睇㗎啦。咁所以咧，咁多咁靚嘅單位，價錢又咁筍嘅時候咧，大家不妨聯絡我西貢 Frankie 同埋我哋世紀21奇峰專業嘅團隊啦。我哋區裏邊咧擁有3個分行，分別就係我哋嘅西沙路分行、西貢市中心分行同埋我哋嘅清水灣澳龍分行。咁我哋資深同事咧一定幫到大家揾到心頭所好嘅。好，多謝大家收睇，記得俾個 like 同 share 我頻道啊！拜拜。買樓怕縱火，揾奇峰至輕鬆。奇峰獨家4大保障，全面升級，等你買得開心，住得安心。5天置業冷靜期，簽約後5天內可以無條件取消，全程免佣金，唔使怕心急做錯決定。4重凶宅過濾系統，透過4種唔同渠道交叉驗證，篩走所有凶宅可能性。100萬防假保障，謝絕虛假業主，如有發現，最高可賠償港幣100萬元。100%真盤承諾，確保所有樓盤都係100% 真盤，絕無虛假資訊。世紀21奇峰，讓置業變得幸福。